你知唔知嗰種感覺就係你打開個交易 App 或者開住財經新聞，成個畫面都亂晒大龍嘅。喺圖表飛咗飛去，紅綠蠟燭線閃爍閃去，專家又喺度大聲講咗，個個講法都唔同，買賣、崩盤、反彈，好似企喺風暴中心咁，完全唔知應該點做好。但如果其實大部分嘅風暴都只係雜音呢？如果話其實喺呢啲全部之下，淨係得一個信號先至真係重要呢？睇下我哋成日俾人叫我哋要留意啲咩？突發新聞話會改變一切，電視上嘅評論員講到十足十有信心，但最少有一半時間都講錯。無窮無盡嘅指標，色彩繽紛嘅震盪器，高深莫測嘅縮寫名詞，神奇又秘密嘅公式，話包你完美入市同出市，全部都好似好重要嘅，但其實有個殘酷嘅可能性，大部分都冇幫你交易得好嘅，只係令你分心，睇唔到唯一真正嘅事實。我哋一直俾人訓練到覺得交易嘅秘訣就係要更多嘅數據、更多工具、更多資訊。但如果真正嘅優勢唔係加多咗嘅呢，而係減少。如果真正嘅本事其實係識得忽略咗咩呢？將所有雜音都剝走，所有遲來嘅嘢，所有只係人嘅意見嚟嘅，直到你個熒幕上只定翻一樣嘢，而嗰樣嘢就係價格本身。重點就係咁，張圖表本身淨係攞住價格上上落落，已經包含晒你作決定所需要嘅所有資訊。唔係話新聞或者經濟報告唔存在，而係當你聽到嗰啲消息嘅時候，大戶早就已經聽到反應嘅落咗盤，佢哋嘅決定早就反映喺圖表入邊，每一支燭台、每一條巴、每一個細微嘅波動，都係市場話俾你聽。依家我哋全部人一齊認為價格值咁多，所謂價格行為就係咁簡單。任何價格嘅變動，無論上落定係橫行，呢啲就係市場最原始冇經過包裝嘅語言。如果話價格係市場講緊嘅，係邊個講得最多？唔係我哋呢，佢用手機嚟咁去驅散戶。大部分交易量都係嚟自大型機構、巨型基金、大銀行。仲有快到佢嘅電腦算法，如果佢哋佔咗大部分成交量，喺實際上佢哋就等於成個市場。而家嚟到最關鍵嘅地方，會改變你一切睇法。佢哋做緊咩？其實係冇得呃。無論佢哋買賣靜靜咁吸貨，定係大手拋貨，全部都會喺圖表上留低痕跡。每一次急升，每一次慢慢爬升，每一次喺某個位俾人彈翻落嚟。嗰啲唔係隨便畫出嚟嘅線條，嗰啲係一班好醒目嘅人同埋超快嘅電腦一齊留低嘅足跡。大家都只係想揾錢。你嘅工作唔係要睇過睇嘅，你唔會贏到坐喺交易所隔籬嘅伺服器農場。你嘅工作係冇清楚嘅，冇留低嘅足跡，跟住順住佢哋行，而唔係同佢哋對抗。呢度就係價位走勢變得出奇簡單嘅地方。雖然市場好似好亂，但係其實只係做緊兩樣嘢，佢會有趨勢，即係好明顯咁向一個方向行；佢會橫行，即係佢支持位同阻力位之間左右彈。你睇下，幾乎任何一張圖都會見到，強勁嘅向上或者向下推就係趨勢，亂七八糟喺一個框入邊來回走就係橫行趨勢，橫行趨勢橫行。呢個節奏就係市場嘅心跳。而家我哋再加多一個概念，叫做慣性，就好似物理咁，市場通常會繼續做緊嘅而家做緊嘅嘢。當市場有趨勢嘅時候，慣性就代表呢樣嘢。大部分細個回調，大部分細微嘅反轉嘗試都會失敗。升市入邊，買家會繼續買；跌市入邊呢，賣家會繼續賣。所以佢一個強勢升市入邊，嗰啲細個回落，佢哋通常只係趨勢繼續之前嘅暫停啫，佢哋冇落好似完咗，但大多數時候只係市場喘一喘氣。但係慣性嘅橫行區就會有唔同嘅表現。喺橫行區入邊，市場其實冇嘅方向，佢就好似困咁喺一個箱入邊，買家守住底部，賣家守住頂部。喺呢個狀態下，大部分突破都會失敗。價格一衝出橫行區，
大家都好興奮，但係好快又彈返入去，跌穿都一樣，假突破，然後又彈返入個箱度。明白呢樣嘢好重要，有趨勢嘅時候，慣性係有利於延續。喺橫行區，慣性就係有利於做反突破，預期價格會被拉返入去。去到呢一刻，一切聽落都好直接易明。佢價格分清係趨勢定橫行，尊重慣性，同大戶做交易，唔好同佢哋對着幹。理論上好簡單，但係陷阱就喺呢度。知呢嘅好容易，但係真係用真錢落場做，幾乎所有人都會失手。因為炒賣唔淨止係冇圖表咁簡單，重點係你個腦即時同自己打緊仗。短線嚟講，炒賣感覺就好似零和遊戲，一個交易員喺呢個波動賺到1蚊，就代表有另一個人要蝕1蚊。同時要記住，你對面坐住嘅唔淨止係新手，你其實係同嘅機構、基金同埋日日夜夜都做緊呢項嘅演算法競爭。所以自律唔只係錦上添花咁簡單，自律就係成個遊戲嘅關鍵，唔係靠感覺，唔係靠直覺，唔係覺得今次應該啱路。自律就係有系統咁跟足你自己定嘅規則，特別係當你全身上下嘅情緒都想你打破規則嗰陣，市場入邊充滿咗心理陷阱，專門令你失去自律。第一個陷阱就係跌入一單衰交易。你純粹靠希望衝入去，通常都係遲咗入場。啱啱就係大戶靜靜啲走人嗰陣，你其實係幫佢哋賺錢。第二個陷阱就係錯過一單好交易，一個細微佢嘅意義嘅回調就嚇親你。你喺真正大升浪喺之前就走咗，市場真係行到你預期嗰個方向，但就攞你份。第三個陷阱可能係最致命嗰個，輸咗一鋪之後，成個計劃都改晒。你移嘅止蝕位，你加大注碼想贏翻啲錢，你放棄自己嘅規則，因為覺得今次嘅形勢唔同。佢嗰一刻，你已經唔係跟計劃做交易，你只係賭錢，背景只係有張圖表啫。佢而家我哋將所有嘢簡化翻成一個簡單畫面，一邊你有信號，有價格圖表，有趨勢同區間，有慣性，有大戶留低嘅足跡，仲有你清晰經過測試嘅交易計劃。另一邊，你就有啲雜音，有電視專家同社交媒體達人，有啲專登嚇你或者令你興奮嘅新聞標題，有啲你根本唔太明嘅複雜指標，仲有最嘈嘅，可能就係你自己腦入邊嘅恐懼同貪婪。成個以價格為本嘅交易哲學，就係要堅持活喺信號嗰邊，無情甚至有啲殘忍嘅，完全唔理雜音嗰邊。可能最叻嘅地方就喺呢度。其實呢樣嘢唔淨止係關於交易，我哋而家活咗一個資訊泛濫、意見滿天飛、熱話不斷、雜音無窮無盡嘅世界。如果你學識點樣過濾晒嘅雜音，無論係市場定人生，專注嘅真係有用嘅少數信號，咁就真係超能力嚟嘅。就算你一世都冇落過一單交易，呢種思維方式都可以改變你點樣嘅世界。少咗驚慌，少咗雜音，多啲清晰。喺交易上，喺工作上，喺人生上，真正嘅本事其實可能就係咁簡單，識得咩嘅可以唔使理。